你好，你好，你们从那个省来？中国广西。中国广西来吗？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第一次来？对。你？一样哦，一起家吗？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第一次来吗？你来看到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喜欢什么？喜欢寺庙吗？你喜欢看寺庙吗？喜欢泰国水果吗？喜欢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喜欢什么喜欢我？谢谢。邓丽君的喜欢芒果山竹她喜欢你喜欢泰国菜吗？喜欢吗？我们可以邓丽君的唱歌吗？纪念她好吗？好吗？请你先唱歌。你先。你笑得甜蜜蜜，花开在胸缝里，开在胸缝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直想不起。哇，你唱得很好，谢谢来唱观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，拜拜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